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21节。恁若听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我要对爸求，伊会赐恁另外一位为助者，通甲你永远同在。伊是真理的神，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因无看见伊，嘛毋捌伊。毋过你捌伊，因为伊甲恁同在，会继续伫恁内面。我袂放恁做孤儿，我会搁倒转来恁遮。过无偌久，世间人袂搁看见我，不过恁会看见我，因为我活，恁嘛会活。到迄日，恁会知我伫我的爸内面，恁伫我内面，我嘛伫恁内面。接受我的命令，搁遵守的，就是听我的人。听我的，我的爸会听伊，我嘛会听伊，搁将本身显现互伊看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到21节。